娃主題輕鐵返嚟啦！色彩繽紛、設計夢幻嘅輕鐵列車駛入車站月台，一班 fans 即刻揮動星星棒嚟迎接。港鐵公司星期一宣布推出似卡娃暑期主題活動，呢架主題列車將會喺7月25號至8月30號期間逢週末行駛，每日設有4個班次。今次主題列車嘅車身除咗印住主角似卡娃、小八、兔兔同埋其他好朋友嘅插圖，更加有隱藏嘅夜光星星等大家發掘。車廂入面都有唔少打卡位。扶手上面有似卡娃公仔裝飾，天花、椅背亦都印住主角佢哋嘅插畫。唔少市民嚟到呢度打卡，有人就話好中意今次嘅設計。中意兔兔，我覺得佢今次嗰個畫筆同埋嗰個木馬好靚，好夢幻。其實我住喺附近嘅，咁我路經此地咧，見到咧特別嘅，我都會影嘅。咁你覺得點樣啦？即係中唔中意呢個氣氛啊？呢個係 OK 嘅，可愛咯。中意邊部分咧？其實啲顏色啊、啲樣啊，同埋佢啲設計都 OK 嘅。港鐵就話，舊年響應政府提出打造 IP 經濟，第一次同似卡娃合作，深受市民歡迎。希望今次活動可以喺暑假期間，俾市民同小朋友一個出去玩嘅理由。相信港鐵不限於提供出行便利，亦都可以為顧客帶來驚喜。